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6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71天。前线总共发生了216次战斗，其中75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空袭并炸毁链接到塞利多夫和波克罗夫斯克的道路。俄军尽管损失惨重但仍继续保持进攻态势，但都被乌军击退，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泽连斯基在亲自召开的乌克兰国防和安全部门关键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错过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的最后期限，以后更没有机会。而随着战斗的继续波克罗夫斯克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在一场以监视、精确打击和传统机动战术崩溃为特征的战争中，考验谁的军事适应能力超越对方。俄军在新帕夫利夫卡方向的突破企图已被遏制，15名俄军被歼灭，2人被俘，所有突击群均遭瓦解。乌军第59旅及时增援，该地区目前正在开展清剿行动。关于乌军清剿这个叫诺沃帕夫利夫卡定居点的这个战斗有媒体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2025年11月14号这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战略要地叫诺沃帕夫利夫卡发动了一次有针对性的机械化突袭。该村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与顿涅茨克州交界处。这个实际上因为它地势比较重要，而且它下面可以俯射波克罗夫斯克的重要补给线。那俄军呢就利用了异常浓雾和低能见度，对这个叫诺沃帕夫利夫卡村进行了突袭。浓雾天气严重阻碍了乌克兰依赖无人机的侦察和打击能力，所以使得俄军得以短暂渗透到村庄的部分区域。那这样的话，通往波克罗夫斯克的这个后勤补给就被俄军给干扰了。乌克兰的国防军主要由第42独立机械化旅和第46空降旅组成，迅速通过 FPV 无人机打击和地面清剿行动击退俄军的入侵。11月15号到17号这3天时间乌克兰部队完全夺回了该定居点的控制权，并给进攻方造成重大损失。此次事件凸显了俄罗斯利用恶劣天气试探乌克兰防线的策略，同时也表明了乌克兰多层防御体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强大的韧性。此次突袭事件发生之际俄罗斯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和诺沃巴夫洛夫卡方向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自2025年10月下旬以来，莫斯科的部队一直在加强这2个方向的军事行动，旨在包围乌克兰阵地并切断其后勤补给。新巴普洛夫卡的收复阻止了俄罗斯可能建立的立足点，也就是俄军前几天利用浓雾对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进行的这种包围渗透已经被乌军给化解了。11月17日，乌克兰方面宣布行动结束，开源情报账户也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俄罗斯媒体淡化了此次挫败，将其描述为该地区更大突破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双方各执一词但是波克罗夫斯克并没有被俄军拿下，这是板上钉钉不容狡辩。乌军只要在这个地方多坚持一天，这普京的压力就离崩溃更近一天。不管普京的压力大实际上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的压力更大，因为这么人肉进攻消耗这么大，但是迟迟拿不下这个地方，极大的挫败了这个俄军的士气。乌克兰方面多家独立媒体近日披露，在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部队出现大规模逃兵与拒战现象。俄军指挥层被指通过下达就地射杀命令进行高压管控，相关命令甚至明确提及女性军人。乌克兰抵抗运动组织通过其渠道发布消息称，驻波克罗夫斯克一线的俄军部队中近期出现成批士兵擅自离岗，拒绝继续投入进攻行动的情况。部分单位1周内即有数十人逃离阵地。该组织声称，其获取的内部指令显示，俄军指挥官被授权对拒绝上前线作战的军人实施射击，其中包括女性军人。与此同时独立的俄罗斯媒体此前一项调查也显示，自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
以来，前线部队内部存在系统性暴力维稳机制，拒战试图后撤或被视为逃兵的官员曾多次被上级直接射杀，或者被无人机投弹伪装成战斗中阵亡，并在官方记录中被归类为失踪或战死。该调查至少核实了约150名俄军军人因类似内部暴力而死亡，涉及超过100名军官或军事参与或下令实施。乌克兰这边还抓到了人证呢。什么人证呢？就是一位被乌军俘获的哈萨克斯坦籍战俘，也就是俄军的雇佣军他被乌军给抓住了。这个战俘就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告诉他母亲他现在要为乌克兰而战，对抗俄罗斯。你看看现在倒戈了倒向乌克兰了。他对母亲说俄罗斯人把他当畜生一样对待，而在乌克兰他们对他很好，现在有床有饭吃，不像在俄罗斯军队里那样。他曾被派去执行一次人肉冲锋，结果被俘，而他的许多前战友都被打死了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这种争夺战中的惨烈程度天上有无人机，地上有各种地雷，然后还有各种暗堡，对吧？还有这种海马斯或者双方的这个榴弹炮，还有这个暗堡里的碉堡里面的机枪，构筑了一个10几公里这个死亡地带。你说这个水起冲锋不都是送死吗？俄罗斯是进攻一方我们再看看双方这个互相轰炸对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1月17日，根据相关报道，乌克兰宣称对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这是乌方对俄境内纵深地带原油生产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的最新一例。乌军在相关媒体发表声明称，监测到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但未具体说明受损程度。此外，乌克兰更新了此前通报的周六对大型炼油厂梁赞炼油厂的袭击成果，称已损坏2座主要原油加工装置、1个储油罐以及管道。近期原油市场的焦点仍是俄乌战场的消息。乌克兰攻击了俄罗斯境内处于战略地位的原油设施，俄乌局势进一步紧张，同时市场对俄罗斯原油供应担忧加剧。这个古比雪夫炼油厂产量还是大所以说对它的袭击给原油市场都造成波动。俄罗斯远在西伯利亚的叫鄂木斯克天然气管道17号晚上发生大爆炸。俄罗斯方面称这是个意外事故，与乌军的无人机无关。从这个爆炸现场的视频来看这个相当惨烈这个损失惨重不管是乌军无人机打的还是他自己爆炸的，总之又一个对吧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摧毁，雪上加霜呢。这个乌军特种部队全力以赴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过处的电站和供电设施，为冬季寒冷的绞杀战做好准备。现在双方就看谁更能扛冻谁修复能力更快。首先是比尔格勒德州的鲁赫发电厂被炸，2万俄罗斯居民陷入一片黑暗。几周前刚被袭击的弗拉基米尔750兆瓦的超级变电站再次遭袭。俄第3大火力发电厂叫斯科特罗火电厂遇袭紧急关闭。塔甘罗格 T25 变电站被打爆，该地区多地断电。战科伊变电站传输线路被炸，当地俄军军事单位同时断电。莫斯科附近梁赞炼油厂再次被无人机关临，10几次巨大的爆炸声显示破坏严重。可以这么说吧，俄罗斯人的这个冬天一定会更冷，因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是250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俄罗斯各地将出现异常的霜冻，中部地区和伏尔加格勒地区气温将降至零下35摄氏度，积雪厚度可以达到400毫米。乌拉尔地区预计气温将降至零下40摄氏度，风速达到25米每秒。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新西伯利亚州将迎来高达900毫米的降雪，而滨海边疆区和堪察加半岛的气温将比正常水平低7度，风速高达30米每秒。也就是说这个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典型的俄罗斯今年是25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但是俄罗斯面临着乌克兰的轰炸，缺少汽油，缺少柴油，电厂、变电站、输电线路又遭到轰炸。俄罗斯人如何度过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季大家还记得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做了一个宣传片
啊，就像那个好莱坞大片那个后天那个场景一样啊，那个寒冷，这个俄罗斯的工程师啊，把那个按钮一按，那个气不就断了吗？气一断，然后那个寒意啊，就顺着那个管道是吧，一直到欧洲，然后欧洲到处那个电线上都结了冰啊，然后这个整个欧洲就像后天那个灾难片一样。我还看过那个宣传片啊，讽刺的是啊，这个战打了快4年了，我没看见欧洲挨冻，连乌克兰好像也没挨冻。看看俄罗斯人这个冬天怎么过。俄罗斯人的岁月静好啊，无情的被打破了。红军城还没有攻下，俄罗斯新世纪的莫斯科保卫战早已打响。俄罗斯开始召集200万预备役人员，建立巴尔斯机动防空小组，保护关键设施。俄罗斯最大的主流在线新闻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巡回大使叫米罗什尼克表示，乌克兰平均每个星期对俄罗斯本土基础设施发动3500次袭击，每个月超过14000次袭击行动。现在乌克兰每个月向俄罗斯本土发射上万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炸弹以及炮弹、火箭弹。实际上，俄乌战争已经升级到全面战争。这个乌克兰人的火烈鸟导弹，还有这个海王星 Plus 版，这些在战场上啊都已经得到验证啊，就是它的威力啊，对吧？它的实用性不亚于这个战斧导弹，甚至啊比战斧导弹打得更远，载弹量对吧？这个弹药的这个更重啊，威力更大，关键是成本更低啊。俄罗斯一定会迎来越来越多的火烈鸟、海王星和远程无人机。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动员预备役人员保护能源、交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同时，俄罗斯总参谋部还保证预备役人员不会被征召参与特别军事行动前线作战。问题是，你这些预备役人员拿什么来对付乌克兰的无人机、火烈鸟以及海王星导弹呢？赤手空拳。俄罗斯缺防空系统、防空武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俄罗斯防空武器的生产速度、消耗速度跟不上乌军的对它防空系统的打击速度，对吧？这玩意儿就拼消耗，看谁把耗过谁。前2天在克里米亚一次行动中，对吧？乌军就摧毁了是7套S-400那个发射装置。那这么干的话，俄罗斯生产哪跟得上呢？它缺防空武器啊，缺雷达。泽连斯基说啊，这也是对俄轰炸乌能源设施的震弹回击。如今俄罗斯陷入3重麻烦：经济上能源出口受创，炼油厂此前已遭多次打击，产能下滑20%，国内汽油短缺；军事上前线兵力紧张，后方还得要分兵防守，防空弱点暴露无遗。民心方面，本土遭袭，打破战争遥远的错觉，社交平台上质疑声越来越大，民众对战争的厌倦感渐增。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泽连斯基啊，昨天在西班牙与西班牙西兵工厂负责人啊，就是西班牙的兵工厂啊，以及西班牙的国防部长叫玛加丽塔·罗伯斯进行会晤，期间讨论了乌克兰与西班牙在国际领域合作的方向。西班牙外交大臣说啊，西班牙今年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将达到10亿欧元。西班牙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支持设立特别法庭，起诉对侵略罪行负有责任的俄罗斯官员，也就是西班牙支持啊，要审判这个普京。前美国驻爱沙尼亚大使乔治·肯特筹集了超过10万美元来支持乌克兰，他与妻子维利达一起购买了37辆汽车，并交付给乌军。人家是个人啊，募集资金援助这个乌克兰。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乌克兰和希腊将在希腊船厂联合生产无人攻击艇，就是海洋宝贝啊。部分无人攻击艇将交付乌军，另一部分将补充希腊武装部队的军火库。泽连斯基啊访问法国啊，在巴黎，马克龙说啊，如果乌克兰不够强大，俄罗斯就会违背自己的承诺，对欧洲带来巨大的威胁，这就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这个泽连斯基在巴黎访问期间啊，会见了布列塔尼渔业代表，并表示感谢。这个法国的渔民啊，他们渔业协会啊，向乌克兰运送了280公里长的渔网，用于防护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80亿美元援助计划，预计1月做出决定。关于欧盟啊对乌克兰提供资金支持啊，现在媒体报道啊也比较多，说法也比较多啊。有的说啊，乌克兰的现金正在枯竭，欧洲没有好的备选方案。欧盟希望
通过贷款为乌克兰战争努力提供资金，该贷款基于俄罗斯在比利时冻结的资产。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就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所以这个英国的前首相啊，约翰逊这个金毛啊，他就呼吁啊，公开呼吁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给斯塔默喊话，让他呀把这个普京被冻结在英格兰的资金拿出来解冻啊，赔偿给乌克兰。大家看视频啊。Did you know that there's £20 billion worth of Putin's cash frozen in bank accounts here in London? And we could easily unlock it and hand it to the Ukrainians. And if we did so in the form of a reparations loan, it would trigger a tsunami of support for Ukraine from other holders of Russian cash around the world, in Belgium, rest of Europe. And that would be a total game changer for the Ukrainians, massive boost to their morale. And of course, it might finally convince Putin, I think it would, that it was time for him to end the carnage and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ime for the UK to unlock Putin's London gold. Time for Starmer to step up. Read my column in the Daily Mail. 这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啊，向现任干部喊话，要英国啊，对吧？胆子再大一点，做出表率。这个彭博社报道啊，他说，如果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计划失败，欧盟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赠款。欧盟委员会列出了3种方案，成员国直接拨款，欧盟联合贷款，或将这些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贷款担保。这是彭博社说的啊，说这个比利时啊，还继续阻止动用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2000亿欧元资产。但是最新的消息啊，似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欧洲有媒体报道啊，说欧盟委员会为其向乌克兰提供的1400亿欧元贷款提供了全面的担保，旨在向比利时保证，比利时不会因使用在其境内持有的被冻结俄罗斯资产而面临法律或经济上的反噬。这个比利时这个要求也很合理啊，也就是说，你不能欧盟牵牛，对吧？比利时来拔橛子，然后俄罗斯到时候报复就报复比利时，那比利时也受不了啊。所以说，比利时的意思就是，对吧？我来拔这个橛子啊，牵这个牛，那你们都要保护我啊。到时候俄罗斯要报复我的时候，你们可以要担保啊，就这意思啊。目前看啊，这个有媒体说啊，欧盟委员会已经啊给比利时担保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啊，过2天恐怕就有确切的消息啊。我们再看看俄罗斯这边啊，根据欧洲媒体报道啊，这个俄罗斯发射的沙赫德无人机啊，击中了一艘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土耳其油轮。你看这个事很复杂啊，俄无人机击中一艘土耳其天然气油轮后，罗马尼亚疏散了都瑙河畔普劳鲁村村民。实际上，这个罗马尼亚的村庄啊，和乌克兰的奥德萨州的这个叫伊兹梅尔河，就两个就是一个河对岸。那么这个土耳其的油轮呢，恐怕是靠近这个罗马尼亚这边，结果被俄罗斯的沙赫德无人机轰炸了。油轮奥林达号在卸载液化气时遭到攻击，船上16名船员全部撤离。这艘船上装着4000吨液化天然气，是专门用来运输这类能源的船只。这下俄罗斯恐怕就麻烦了啊，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就像这个俄罗斯击落这个阿塞拜疆的客机一样。看看土耳其这个总统埃尔多安吧，到时候怎么报复啊俄罗斯，对吧？怎么在背后下黑手啊？埃尔多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根据塔斯社报道啊，说2名俄罗斯人试图在莫斯科的特罗耶夫罗夫公墓使用炸弹炸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绍伊古当时在公墓内看望自己亲属的墓地，2人被俄罗斯安全部门当场抓获。袭击嫌疑人分别是一名中亚裔和一名乌克兰裔，他们事先在公墓安装了摄像头，以跟踪绍伊古的行踪。根据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说法啊，说嫌疑人呢试图在公墓内安放伪装成花瓶的爆炸装置，准备在目标人物前来祭扫亲属墓地时引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称，该行动由乌克兰情报部门远程策划，以确认一名疑似主谋目前身处乌克兰境内。针对上述指控，乌克兰方面尚未做出回应。这个我看啊，更像是俄罗斯人呢贼喊捉贼啊。有2种可能啊，一种是普京啊，对吧？或者是俄罗斯内部高层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清洗，对吧？有人想除掉这个绍伊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绍伊古自己自导自演。
演的苦肉计。毕竟啊，俄罗斯现在内斗啊非常激烈，绍伊古也把自己打扮成一种叫悲情英雄啊，以逃过普京的侵袭，对吧？所以说这个要么就是绍伊古自导自演苦肉计，要么就是普京，对吧？或者其他派系要把绍伊古给除掉。根据媒体报道啊，说朝鲜1000万发炮弹援俄后库存见底，俄乌前线迎来火力减弱的冬天。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啊都是坏消息啊，这个冬天啊确实太冷，比往年冷得多啊，连炮弹都不够了。朝鲜对俄炮弹供应同比暴跌超 50%，9月首次出现零交付。乌情报部门指出啊，朝鲜已耗尽高性能弹药库存，剩余老旧炮弹需返产翻新。此前朝鲜2年内向俄提供超过1200万发炮弹，占俄军前线消耗量的40%到50%。俄军日均炮弹消耗量从4万枚降至2.7万枚，进攻节奏被迫放缓。与此同时，乌克兰同样面临西方援助疲软与本土产能停滞的双重困境。这场消耗战正演变为军工韧性与经济耐力的终极比拼。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俄罗斯这边虽然炮弹少了，但是乌克兰想趁机反攻那也不行，因为乌克兰自己的炮弹也减少了。11月18日，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企业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总经理叫瓦迪姆·巴德卡宣布啊，该公司向外国客户交付了2架第5代战斗机苏57。巴德卡表示啊，首批2架战斗机已交付于外国客户，战机已经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并展现出卓越性能，客户对此非常满意。这个俄罗斯人很有意思啊，自己都缺武器，苏57不敢在俄乌战场上用，把它卖给了其他客户，好像是沙特吧，还是反正中东啊哪个国家买的，也可能买去当玩具吧，开着好玩，对吧？这玩意儿没经过战场检验，买它干什么呢？俄罗斯人自己都不敢用啊，对吧？是骡子是马，拉到乌克兰战场上练练，对吧？这要是被乌克兰打下来一架，他以后这苏57还怎么卖呢？号称最先进的，所以啊，买苏57的这个客户恐怕就买回去就是玩的，装酷的，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美国对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制裁，迫使俄方以每桶36.62美元亏损价抛售布拉尔原油，较布伦特基准价出现每桶23.52美元的创纪录的折扣，而该品类原油盈亏平衡点预计在40到44美元每桶，这相当于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的原油正在以跳楼价清仓。我说过了吗？最好制裁的俄罗斯，对吧？它亏损卖油，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但是它不得不卖，因为卖油可以换美金啊，换外汇，然后好买它的一些需要的东西啊，它只能拿石油去换，但是它石油是亏损的，越卖越亏，再卖下去，它那个炼油厂它那个什么啊，俄罗斯什么石油公司统统倒闭。你想它成本价是44美元，它只能卖36美元，对吧？一桶就能亏将近7美元或者6美元，对吧？这种制裁才叫狠，让它吐血啊，大甩卖。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能源和金属出口，这些产品大部分销往大国。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报告了这一情况。2025年前9个月，中俄贸易降至1636亿美元，比2024年同期减少 9.4%。2025年，大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11%， 俄罗斯对大国的出口下降了 7.7%。能源价格下跌是导致贸易额下降的主要因素。1到9月，俄罗斯对华能源出口额下降 19%， 即140亿美元。由于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石油出口量下降 8.1%， 出口额下降 21%啊，这个是乌克兰情报局报道的啊。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贸易量、贸易额那都是在下降的。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市场大国汽车供过于求，在2024年创纪录的供应量之后，需求下降了一半以上 56%， 也就是大国给俄罗斯出口的这个汽车少了。实际上啊，还是俄罗斯增加了这个汽车方面的这个关税，对吧？它不停的加税啊。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和金属出口的依赖，其中大部分销往大国，使其越来越容易受到大国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并加剧了对大国的依赖。该报告总结
结到这个总结啊，对普京来说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个俄罗斯人呢是千方百计的，对吧？是最不愿意成为大国的附庸啊，那不是位置颠倒了吗？俄爹变成儿子了，那哪行？普京啊，最终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对吧？还是变成了自己啊最瞧不起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啊。彭博社报道啊，刚才已经说了吧，乌克兰的情报局说了，对吧？这俩国家俄罗斯和大国这贸易已经在下降了。那么这还没完呢。根据彭博社报道啊，他说援引匿名交易消息人士报道，大国和印度正加大原油采购力度，为面临供应过剩预期的产油国带来一定的喘息。也就是沙特啊、中东这些国家啊，产油面临过剩，就是油卖不掉，正好对吧？大国和印度啊一起加大了这个采购。说这两个大型进口国近期主要采购中东原油，其中大国是更大的买家啊。印度本月以来采购量仅小幅增加，11月以来采购中善扎库姆原油和科威特原油运量有所增加。作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大国正为规避美国最新制裁寻找替代来源。不过，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月新制裁生效前，印度买家大幅增加了俄罗斯原油进口。该机构每月追踪俄罗斯能源出口情况，数据显示啊，说印度10月进口俄罗斯能源商品价值约36亿美元，其中原油占81%，石油产品占7%，也就是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大国和印度啊已经找到了这个替代能源，就是中东的原油，对吧？要大幅减少俄罗斯的原油。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呢，口炮一哥啊，梅德韦杰夫又给普京啊下达指示啊。这次梅德韦杰夫给普京的指示是，战争将持续到俄罗斯实现目标为止。你说普京整天对吧，焦头烂额的，还要面对梅德韦杰夫这样的口炮，还要面对这个绍伊古这样的戏精，这普京真是生无可恋呢，心力憔悴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